怎么当原住民不是人口音？白的黑的胖的高的，答案就是染色体。谁是原住民？拜托别瞎扯关系。从没在部落生活，还敢自称到底的原住民呀！印尼土豪 K 大，讲真话我就没在怕。混沌社会不分界限，当你被眼睛瞎，做一首歌把你呛爆，才明白我有多恐吓。不敢说，不敢站出来，放在行动，口述给他有作用吗？学生的减免，因为有了特权不珍惜还反对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小孩离不开手机，谢谢邀请，文化无缘。孩子成了大独立，错过成年礼还是大独立。上了高中，考上台大，念的博士，回到部落还是大独立。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，少年不正夏天蛙的样子。大独立的协议来自他的父母，特考让他生活舒服，领到补助，脑子装满泥土，对部落完全没有付出，占据原特权，失去升迁，得到一切，就把原住民的身份甩到一边。做的再作业，没有八股相斗，年纪那天要上班，没有假拿来休。抱歉，真的没空，因为太忙，所以没空。努力赚钱，所以没空。为了生活，所以没空。香过大便也可以当理由。怎么当原住民不是人口音？白的黑的胖的高的，答案就是染色体。谁是原住民？拜托别瞎扯关系。从没在部落生活，还敢自称到底的原住民哟。怎么当没关系，有一点协议。假扮原住民的孩子胡说八道，你决心不会说母语，文化也没有长进，文艺年纪还他妈会打清风手，你的脑子进水泥。不要忘记自己身上流淌的血液。你很幸运，但是你自己不珍惜而已。注意事物谢天谢地，一年一次祈求大地保庇。So easy， 身份的意不是让人找到把柄，认识自己与生俱来文化差异，先来后到有的权利，凭什么没福利？凭什么人在会场，你在家里？别再装了，白狼的底。